小兔崽子！放开他！土豆，你来啦！丫头啊，你……爸，哎呀，我失恋了！啊？什么？谁敢不要我女儿？是他吗？你个臭小子！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就是来救场的。既然您来了，我就把她交给您了。那我先撤了啊。小马就来到河边，牛伯伯和小松鼠各持几件。小马坚定地说：“让我自己试试吧。”怎么，爸爸讲的不好吗？爸，亮你怎么还是第一次拒绝我？别想太多了，不是还有爸爸呢吗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得罪了让你干嘛？是不是你得罪了他呀？你就再给他打一个电话吧，爸爸，现在就打，你再求求他吧。我实在是太想念他了，太想让他去亲子联欢会了。爸爸没有得罪他，你要明白，他也有自己的生活，不能常跟我们在一起的。他爱我们，为什么不能常在一起呀？哎呀！好了，快睡觉吧，要不明天就不帅喽。你要顶着2个黑眼圈去，会被小美女嘲笑的。而且总不能在班里丢人吧？可是这明明是我的新年愿望啊！你们2个陪我，我一定会觉得更加幸福的。喂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见个面吧。坐。有话直说吧。不好意思，这么晚让你过来。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的误会，而且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解决的。我也不指望你会理解。行了，别绕弯子。我今天找你来，是希望你帮我办件事。我希望你可以让冯峰参加明天元宵幼儿园的亲子联欢，因为元宵真的很想见冯峰。你也知道，元宵的母亲不在身边，她对冯峰……李焕先生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？自以为是，还不尊重人。首先，我和你都没有权利决定冯峰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所以我不会为了守护他，让他不去管元宵。其次，即便我这么做了，我也会站在他的角度，以他的意愿为重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替元宵。是，冯峰人是很好，愿意无私地照顾元宵，但是我说实话，我不想你跟他走得太近，因为你会让他累，让他纠结，因为你的存在是他的负担。既然今天你找我出来，我也郑重其事地告诉你，如果你对他还残存有一点点爱的记忆的话，那就请你放手吧，让他开始新的生活。我今天找你来，确实有些冒昧，但是你真的是误会了。但愿是。该说的说完了，我先走了。莫名其妙。我不。听话。Hello，早呀。
我没迟到吧？时间刚刚好。哎，芬妮阿姨，你怎么来啦？我今天来演你的妈妈呀。不知皇上大人意下如何呢？要是论长相的话，你最像我妈妈。谢谢，那我们就起驾吧。走吧。怎么又回来了？天哪，又被软禁了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就算锁得住我的人，你也锁不住我的心。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爸爸不锁你了，把牛奶喝了。哎，别闹了，乖女儿。爸，好好好。这人真的好难受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睡一觉就好了。不睡，我讨厌你们，讨厌你们！爸爸给你道歉。啊？昨天晚上，爸爸看见你那么痛苦，终于明白了。从小到大，我只知道给你钱，让你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其实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给过你。总算明白一回了。看着你那么难受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只要你健康快乐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何况，你那么想当医生，当医生，还不是因为……哎呦，好了，别哭了。该不会是苦肉计吧？哎，什么苦肉计？乱讲！哎，我想通了，以后你做什么我都不管你了，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老爸都支持你。真的假的？什么话？老爸行走江湖多年，从来不说假话。土豆，我爱死你了，卡拉黑哟！好了，告诉爸，以后你想去市院还是省院还是去哪里，老爸帮你开拓关系。Stop！ 刚夸奖完你，你又来，我要靠我自己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我？相信，相信。哎，昨天晚上和你在一起的那个男的，人倒是不错，就是弱了点儿。你呀，最好再考虑考虑。